ActInspire 文字處理喺老師備課或者課堂上都會處理大量嘅文字，譬如好似出練習題嘅時候咁啦。但係如果喺電子白板 EditBoard 上面又點樣運用有關文字處理方法呢？有啲咩功能可以幫助老師加快備課同埋教學嘅速度呢？請留意以下呢段短片。書寫文字，首先喺 Toolbar 上面選晒電子筆，喺下方會出現咗控制電子筆嘅工具列，有唔同大小粗幼顏色嘅電子筆啦、highlighter 啦同埋擦膠嘅，或者我哋可以 annotate 桌面注釋，桌面上面好似加咗一張透明紙，你可以喺上面自由書寫，而呢個版頁呢，你都可以儲存低嘅。從網上 PDF、PowerPoint、Word 匯入文字，版面上你會見到一篇有關動物嘅文章，其實就係我啱啱喺網上面用咗5分鐘就將佢拉過嚟，用 drag and drop 嘅方式。咁依家示範下點樣做先。首先，我就係啱啱就喺呢個網站上面拉過嚟㗎啦。咁我哋去一個新嘅 page 先啦。譬如我想將動物呢2個字拉過嚟我自己嘅版頁入面，只要 drag and drop 嘅方式已經過咗嚟啦。仲可以調校佢大小。之後呢一段文章都係。咁即係我可以改變呢段文字嘅大小、字形啦、顏色啦，改為藍色啦。就係咁簡單啫。除此之外，我哋亦可以從 PDF 入面匯入過嚟嘅喎。左手邊呢個就係一個 PDF 嚟嘅，highlight 我想匯入嘅文字同埋圖畫啦。之後都係用同一個方式 drag and drop 過嚟。用同樣嘅方法，可以將 Word file 嘅文字 drag and drop 過嚟 ActInspire 裡面。而 PowerPoint file 可以選擇檔案入面嘅匯入功能，將 PowerPoint 匯入 as 一個 image 或者 as 一個 objects。拼字檢查 ActInspire 內置拼字檢查功能，你喺 Toolbar 上面好容易就揾到一個 ABC 呢個 icon， 同埋呢一個 icon 嘅，其實都係一個拼字檢查嘅 function。Spell check 文字拼字檢查，譬如喺呢一段文章上面，我要檢查我有冇串錯字，咁就點擊我要進行檢查嘅文章啦。之後按錯 icon， 系統呢就會顯示你串錯嘅字，建議翻一個正確嘅拼字俾你啦。咁你可以根據翻去修改嘅。當完成之後呢，就系統會提示你拼字檢查已經完成啦。如果喺你嘅 Toolbar 上面冇 Spell Check 呢2個 icon 嘅話，你可以去到 Profile 自設自己嘅工具列嘅，又或者你可以點擊文字啦 ，Right Click 就會有一個文字拼字檢查嘅工具，點擊佢，同樣嘅做法啫。拖曳副本版面上，你會見到一條練習題，係分辨一啲動物係屬於哺乳類啊、爬行類定係鳥類嘅。如果學生出嚟做練習題嘅時候，直接就可以將呢個哺乳類 drop 落嚟，係非常之方便嘅，係唔需要用 copy paste 嘅功能。咁呢個動作點樣設定呢？選取你要設定嘅文字 ，right click 之後選取最下面嘅拖曳副本功能，同樣設定之後，你會發現又可以隨便拉過嚟。儲存文字版面上面啲文字，我想儲存低，作為下次課堂時再使用嘅。
首先要選取資源瀏覽器啦，咁我想將佢放喺我的資源入面啦，就直接將哺乳類拉落嚟，鳥類拉落嚟。OK， 咁好似我開一個新嘅版頁，我可以去返我的資源入面，咁就會見到呢幾個我啱啱 save 嘅文字。